在照期內14、15、16、17日每天早午晚都要行朝以及拜懺，因此在儀式上稱作三朝三懺。行朝意思指導使和元首向神明、野鬼供食、拜香火，工作人員會在每個行朝拜懺位置向神明以及幽魂先倒茶，後倒酒，並在每個揚幡位置放置水果、膳食進行供奉。拜懺是指導使和元首代表鄉民向神明懺悔，祈求神明寬恕他們過去生活週期所犯下的罪過。道士以及元首分別會到天師棚、5個揚幡位置、神棚、城隍棚、各村土地公的棚、附薦棚、大士台、道棚的左右門神、三清殿進行儀式。
冇裝靚，未裝。啲人幾時？咩啊？我嗌我唔許少咯。啱有你有幾個阿叔嘅？啱啱走咗啫。我記得阿國興、阿國強嗰啲，有國強嗰啲，阿源、阿國源同埋點啊你啊？喺度啊？嚇？記咗啦，10年前。